上水的一个服饰。所以咱呢，今仔日下晡呢，咱有要招咱台南六间非常有历史真有基础的这个圣歌队，六间教会圣歌队，要做伙伫这个所在，伫咱的圣殿，照着上帝殿富强教会，做伙来唱歌学老主，嘛是咱庆祝50周年这个连续的节目的一种。欢迎咱下晡会当较侪人来参加，做伙来听无共款圣歌队因对指挥司琴所配合的下面唱出迄个俄罗斯的歌声，做伙来荣光上帝。咱要分享做话进前，咱大声来祈祷。听我的主上帝恩典施恩祝福伫阮中间，阮甲你感谢。也阮福强教会迎子50几年，时间脚步慢慢接近。剩最后的2-3个月，阮为着过去这几个月所备办的顺利来进行，甲你感谢；也为着过来，阮脚步搁较紧速，因为要用欢喜而乐来献上感谢，互阮所有一切备办，拢合你的心意。所以，阮若是外面、台面的节目，阮家己兄弟姊妹。阮也同心要伫你面前，搁一遍谦卑来领受上帝的话，真侪阮的气力的来源，真侪阮甲主相同行，传扬主福音的气力。愿你通过你的话来帮助阮。愿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伫即摆的礼拜，咱要三甲来学习一个。安尼，咱可能真熟的一段圣经的经文，也是真重要。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咱要三甲来学习这个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你读圣经听到这段印象真深，咱嘛定定伫迄个圣经的无论是查经啦也是特别的讲座，拢会读到登山宝训。伫今年咱迎子50几年，咱也有印象牧师对年初开始，就是用50几年的角度，咱回顾过去的历史，感谢上帝恩典的脚步带领咱。咱安怎互教会成做一个合伊心意，会堪得大声而乐庆祝讲主啊，感谢你，阮富强教会50年啊，感谢你的恩典，毋是安尼。要不歹势头壳毋敢举起来，讲上帝啊，50年佫哩哩啦啦、清清彩彩无输无赢迄种感觉安尼。咱勇敢伫主面前讲，我要建立一间下主心意的教会。但是伫我咧思考，咱要挖近即个50几年，咱知影有强盛的教会，的确爱有迄个忠诚、遵主旨意、欢喜甲主相同行的基督徒。所以我就想讲，是毋是会当找出一个系列的讲道，特别是每一个会友，基督徒甲主相同行，迄个装备会当更较切实。所以我就找，有想讲，拄好剩2-3个月会当用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伊的教导来做伙学习。这登山宝训我讲大家拢熟悉，甚至也要暗念啦。但是呢，要真真正正甲伊安尼更较骨深落去，来理解、来实行、来真正实践，正做基督徒的这个特质咱本人大家人家己的装备，安尼咱就爱强调，搁再强调，也是讲讲解，搁再讲解。所以伫这中间，就讲差不多。有安尼7-8礼拜的时间，咱要用登山宝训来学习。想讲用各种的资料来安排，我就想讲应该有真好的这个参考的册，会当甲咱做学习。伫咧册中间牧师去找到一本安尼真下咱基督徒来学习的一本册，做咱的参考书啦所以主要说。这个登山宝训呢，这本册拄好是一个出名的学者，叫做 Stott。Stott 伊叫做伊的册名叫做《耶稣的邀请》，甲 Stott 做伙读登山宝训。啥这本册
真适合呢，因为这个是这个出名的学者吼，叫做 John Stott。这本册是这个册皮是安尼吼，耶稣的邀请看起来是真谦卑吼，真谦卑。这个 John Stott 呢，伊是差不多10几年前就过身英国吼一个出名的圣经学者。虽然互人称呼伊是福音派吼，但是呢是真值得人一个肯定的学者，因为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即个福音派，拢对伊真尊重。伊有编辑规个做伙读圣经的系列。中间伫伊若要读真理是规本的，比如马太福音规本的安尼。后来有人讲，来咱甲即个学者伊的精华会当甲整理起来，所以伊就用你搁出一个较谦卑的系列，就是讲一般的会友，毋是牧师啊是学者才读有的。伊讲甲 Start 甲即个学者做伙来读倒位安尼，一本一本细本。伫我手中有一本，就是这本册细本。我想讲，若用即个做咱一个基础，来甲咱三甲学习，的确会帮助咱，今日即位搁较会当清楚。比如讲，包括咱家己来搁学习，咱是咱小组长会当通过这本册，恁会当做参考，然后伫咱小组内底来运用，因为内面有真侪讨论，有真侪指导，有真侪讲解，咱会当甲即个精神部分毋是讲批读过尔，是真清楚、真完整来学习。即个圣经耶稣基督重要的教示安尼，这是牧师咧准备的一个基础啦吼。关于即个 Stott 伊叫 John Stott， 伊是2011年就过身的一个学者，是足受尊敬因为伊所研究的圣经就是圣经中的十字架甲主耶稣，所以伊有真侪圣经系列的信息后来慢慢互人整理做当代的信息。所以这几十年来呢，这 Stott 伊诚做真侪基督徒伫福音行动的典范，因为伊毋若是讲解那点，伊嘛指出一个方向，讲基督徒安怎行就会当搁较亲近主，较下主的心意安尼。所以这本册检查会当帮助咱，也通过牧师的讲解，希望咱兄弟姊妹。大家人伫小组，也是家己的灵修中间，会当更较深入，会当较清楚。这个登山部分到底耶稣对咱讲的什么？咱倒来伫正题讲，登山部分到底是什么啦？吼其实这登山部分是后来的人家号的啦。登山部是后来号，因为就是照咱拄则读的第一节正经节，伊讲耶稣看见一大群人，就上山，上山去。讲坐落来开始教导因啦，用这个上山来整理出来，耶稣基督伫当初出来传福音，就上山教示这的学生，这的一大群人，后来的人就是把这个伫山顶讲的这的教导，来改叫做登山宝训，所以登山宝训咱是咧听到随清楚讲，原来是咧讲这段，是登山山顶宝训就是宝贵的教示就对啦。咱伫迄个历代足侪迄个画家拢会甲登山宝训迄图画甲画做安尼真水的图就是亲像安尼耶稣伫迄个石板顶，逐个人拢坐伫边仔听伊来讲解安尼这足侪图即款图拢有拢伫咧半山腰，因为咱知影讲伫即个以色列伫巴勒斯坦遐山上悬的是加密山较北边的啦迄个路势毋过若是伫即个整个加利利是咱伫较南边的即个耶路撒冷遐，拢有山轮但是毋是介悬。因为要落去加利利海，拢有一个加利利海较低嘛，所以加减有点山坡。古早呢无像咱现在牧师讲到小可细声就会使因为咱的音响替我解决较好势个咱的小会想讲要互楼顶的兄弟恁听了更较清楚，准备要搁开钱来整理咱楼顶的喇叭互牧师直接讲，你直接听有伫上尾听拢有。毋过较早耶稣的时代无即款福利啊，
耶稣的时代吼，要哪听到一个无用麦句讲话的讲员的声，要安怎？伊在找一个安尼，像一个安尼悬悬吼，啊，佫有暗暗的，啊，声袂散去的迄款所在。啊，所以你知耶稣有时伫尊顶讲道，因为逐个人坐伫饭顶吼，啊，对下面起来迄声就会听较清楚。啊，是像种山峦顶吼，啊，逐个吼看会到像一个无形一个自然的讲台就对啦。逐个人看到即个讲员，啊，逐个真足来听。啊，即拢是历代画家所画即山上宝训的图吼。啊，当有人讲到底即山上宝训，山上是伫倒位啦吼？咱台南有一个山上教会呢，山上，吼。啊，山上也是山顶，是咧讲倒位呢？事实地理、历史背景，有人讲就是伫加利利附近的山坡啦，加利利海吼。啊，即个北福山，即摆人甲号做北福山。啊，伫遐嘛有一间吼，后代的基督徒甲起一间叫做北福纪念礼拜堂，吼。啊，你就较好记就对啦。所以现在有个人鼓励讲，你若时间有闲吼，啊，体力会使，啊，一世人若会一遍去耶路撒冷遐访问吼，啊，你会当甲圣经读的，啊，甲你实际的土地来印证吼。啊，其实吼，几啊年前牧师就咧招讲，咱小会来办一个访问圣地吼，啊，访问耶路撒冷安尼，啊，讲啊，即几年一直在战争咧，吼，迄耶路撒冷遐特别咧战争，啊，迄炮弹拢咧来吼，招咧到家无人参加就麻烦啊吼，啊，就怎啊无去就对啦，啊，毋过足早基督徒捌去过。啊，即个北福山伫加利利海的边啊，啊，即个历史背景就是讲，耶稣啊，伫咱看这第5章表示耶稣伫马太福音起头，伊出世的故事啦，吼，伊成长的故事啦，啊，伊受洗礼啦，吼，啊，伊伫旷野受试探了后，伊出来传道，就记载这篇山上宝训。啊，所以就是拄好，耶稣开始伫加利利传道，吸引大群的群众，啊，迄个门徒慢慢增加，包括伊伫加利利海边招学生，哦，这拢是遐故事的源起头。啊，所以有人家称呼讲，这段拢总三章的圣经，就是天国子民的生活现状啦。天国子民的现状，意思讲你要做天国的子民，耶稣讲的遮，你爱了解，爱明白，而且做会出来。安尼才会堪即讲，我是天国的百姓，就对吼。啊，当即个北福山伫倒位，咱即张是一个加利利海的地图吼。加利利海像一粒珍珠安尼吼。啊，伫左上方啦，左上方边有一个加碧龙，咱就较听过啊吼。加碧龙啊，印尼沙勒吼，就是加利利海的名安尼。啊，遮大概就是即个地图吼，大概伫加利利海的即个。西北边安尼，后来真侪观光客啊，拢会来遮参观哦吼，啊，拢有迄个图片呢。像遮，即个就是伊加利利海边啊，即个礼拜堂叫做北福山的纪念礼拜堂，啊，一间是较清楚啦吼，清楚。我去几年前牧师嘛捌去参观，啊，内面整理真水吼，整理真水安尼。啊，大家人伫遐买纪念品啊，伫遐翕相啦吼，啊来做。啊，因伫北福啊，伫遐有甲迄个北福印伫即个礼拜堂的壁吼，安尼。他登山宝训到底是咧讲啥货啦？若是甲粗甲分吼，拢总有4个段落。第一段就是咱今仔日要分享的北福。第二段是天国义的标准，5章的所在。6章是咧讲起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生活。第四段是你生命的选择，啊，耶稣对真正的义的解释安尼吼，啊，所以拢总5、6、7、3章安尼。但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讲登山宝训吼，只干那马太福音有写，马太福音你若看路加马可、路加、约翰，无写，干那路加有写一段，要类似啊，无完整相共。啊，所以有人就研究讲，奇怪啊，吼，啊是安那？这遐重要的教导，别个无写，啊，干那？即个马太有写，大概有一款的共识，研究的共识就是讲，原来马太福音是
伊写出来专针对犹太人写的。咱足侪人有印象，讲头一本福音书是马可，迄阵伊就是赶紧甲耶稣伫世间的故事拢甲写起来。后来马太则根据马可，佮补填这资料，伊大生要写的对象，迄阵可能福音也毋是传到外邦的，所以呢，伊重要的是讲要对这犹太人变作基督徒。你有犹太教，你有旧约圣经来研究，但耶稣讲的物件，我要怎互你接受？而且旧约的教示律法，要怎称做新约耶稣基督新的诫命呢？伊主要目的是为着要这犹太人会当入清楚明白吼。所以有人就是讲，马太要帮助这犹太人通过耶稣的教导，重点是犹太人足尊重君王。因为因咧期待，因的君王大必佫再来所以呢，伊用君王是一个新的模式的角度来，互这以色列百姓、这犹太人知影讲，主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就是新的模式啦。所以旧约有记载摩西上西奈山对无？上帝颁布10条诫。当今仔日新的摩西来伊伫山顶颁布这个教导、这个教训所以有一个对照这咱听起是讲，敢无一定爱讲遐尔斗做伙？毋是，这对犹太人来讲是足大的一个敲门砖敲门砖咧。而且马太照圣经学者研究讲，照讲耶稣是毋是坐伫遐，甲3章的圣经拢讲了？伊讲大概毋是安尼啦，就是讲将耶稣迄教导的重要的遐种种的资料，甲整理做一个，甲放伫即个所在，有系列的，甲整理起来，甲耶稣的教导正做一篇足长的讲篇，足长的改编。咱都讲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咱照圣经的解释，伊是专门对外邦人写的。专要互外邦人看的圣经，路加有记载一段6章20到30甲几节尔定，人家称呼讲这个叫做平原部分啦，因为路加所记载讲耶稣伫普通的平地的所在教导的内容较精简，安就对那这个意思就是要讲登山部分为特别的历史背景。马太让完整记录这登山部分，是因为伊要对犹太人来证明，耶稣就是像迄位摩西同款，而且是来成全律法的，超越更较超越的天国君王甲律法的成全者。尼对犹太人来讲，因会当理解讲，旧约上帝通过摩西来颁布10条诫，颁布遐律法法律。咱若注意看耶稣伫伊3年的传道的中间，伊拢有一寡人，迄个律法师啦，法利赛人甲伊争斗，对毋对？伊就是要克服这本来就明白旧约圣经的基督徒，这犹太人要安怎明白天国的教导？所以这有这个历史背景，咱就通清楚讲，安尼目的真清楚。那这个登山部分对咱福音教会有啥物帮助呢？咱若要安尼讲，就是讲登山部分，既然是咧对遐已经认捌上帝的犹太人讲，那安尼今仔对咱福音教会兄弟姊妹，就是咱诚做一个信主久久的基督徒。当然话是最近较来，你要安怎诚做一个上帝心意的基督徒？咱爱家己重新做一段思考甲调整。通过8福，啥叫做8福？都毋是讲8个命令、8个命令无伊讲8个福气呢？8个福气是要互你福气的呢？安尼你敢无要思考讲？安尼我都来好好甲研究看卖，我甲实践看卖咧。所以伫这个中间，登山部分的目的是啥物？就是为了犹太的信徒建立一个新的律法观啦。早前遐条例律法是真好，但是已经到伫新约时代要安怎超越这个？所以属灵的意义毋是讲亲像咱较早
咱真侪较牧师讲这份会人拢定咧读吼，迄个伦理道德对毋对吼？学校按什么什么资本什么资本啊，拢念足多啊吼，念吼有念煞点都无咧做安尼，安尼都无正确啊！迄伦理教育毋是咧互你念字歌咧念心识诶，是你真正爱去学习咧。所以小人意义毋是讲伦理教育是安怎呢？是耶稣伊出来传道诶时阵，一个天国价值观诶宣告。天国诶哪度是安尼？咱要在伫地亲像天，咱安尼行出来，就是有天国诶价值观。第二是要帮助咱，即个犹太人吼，即个若要讲是像老基督徒安尼，你安怎生命诶换新较重要？吼，毋是讲照即个仪式来遮倒礼拜，逐礼拜安尼照章行事，毋是你诶生命有换新无？过来是正说咱基督徒一般伫即个异教诶社会，伫咱即个世俗诶社会，要安怎活出温度诶生活一个难度？安尼，即个三项部分对咱就是真有意义啊，真有嘛讲有挑战性的对。所以伊核心诶关键是啥物？毋是咱做到啦，即个要求毋是讲我著达到即个目标，我才会当得到救，毋是。伊是一个恩典，是一个救恩，意思是你有得救，你心有改变，你生命换新，你才做会出来。安尼听有意思吼？古早先旧约诶圣经内面真侪诶律例教导，到最后成做犹太百姓一个负担重担。好像派一个重担伫遐咧行袂出来，佫加上这法利赛人，这律法专家吼，一条佫加一条，一条佫加一条，加甲互人大家拢排袂起来。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吼，因真规日用用啦，无代志做就收。原来都10条戒，后来直加，到几啊百条呢。犹太人较早是几啊百条的律例。要求，所以拄则咧讲到去迄个耶路撒冷吼，伫遐观光吼，若捌去的人有一个印象，就是吼，伫迄个耶路撒冷也是有遐个犹太城市中间有真侪迄个旅馆的电梯吼，无按键，无迄个1楼、2楼、3楼、4楼，像咱教会，我要来5楼就25楼，伊毋免指。伊自动甲你送，因为因为按照即个律例你1号、2号，迄就是咧工作，就违反按照即个律例啊，所以袂使家己指，互伊家己行。当然，你若到3楼就自动家己出来无人甲你叫，伊自动会开门安尼。所以这是一个足趣味的象征，表示讲犹太人已经互遐律法绑啊惊卡着这，惊卡着迄。所以毋知耶稣定来挑战这律法师，讲伫安怎去做好事较好，还是无做好事较好？这拢是这最的条例中间，咱新的改变，也是咱三项部分，毋是要成做一个新的迄个器具，甲你合制掉的，是因为你有得到新的生命，你会活出这款。天国子民的喜乐，而且新约中无有一位会当亲像登山宝训安尼，甲完整刻画出，咱叫做反主流啦。反主流是讲，甲一般世俗的观念无共款的，这个叫做基督徒文化。咱今日来到教会，咱就是要学一个耶稣基督的文化。有时会甲社会无共款，你甘愿拒绝社会的要求，我要照耶稣的脚步来行，安尼才是基督徒的一个特色好像被分别出来了，被分别出来，这是呈现出天国的生命，伫上帝管理下面活出人类健全生命的样式安尼。所以有关登山宝训咱若读会知影讲哇，是安那讲福气讲的拢是要求遮多做袂到。既然福气就是我做会到得到会得会到嘛，所以就会产生出后代的人有2种的较极端的迄个态度就对啦就登山宝训。头一个态度是讲
哎呀，迄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啦吼，永远袂实现的啊，是搭伫壁顶咧，互人看的啦，对啊，看就好啊，免做啦吼。迄款是讲做袂到啊，规气啊，摆好看的就对，吼，摆着好看的啊，像咧花杆啊，安尼甲插伫遐，水水啊，啊都要讲一个有啊，毋过免做袂要紧，有即种态度的。啊，另外一种是讲吼，无哦，耶稣讲的无做袂使哦，圣经一点一画拢袂使改哦，爱甲做落去，哇，足侪人讲即声惨啊！安尼我做基督徒袂堪这啦，做袂到。啊，这是道的伊讲了真白棒啊吼！伊讲这两项拢毋是正确的态度。伊讲登山宝训的目标会当实现，但是要哪实现呢？毋通家己来啊，毋通家己来，你要透过顶头生啦，得到圣灵的圣神的开力才会到。啊，这嘛是咱整个新教吼，咱遮新教已经500几年啊，对马丁路德改革天主教，伊上界中心的理念就是讲，伊做一个天主教的修士，意思讲，伊是上严格要求遐圣经律例的人，啊，伫遐苦修，伊感觉讲愈修心情愈袂快活。所以后来毋知发展出迄个因信称义哦，咱知影讲啊，这个信义宗就是咱讲的德国的迄个路德会，也是信义会，就是因信称义来诚侪因得到透放，无互律法所束缚。啊，所以共款登山宝训，你若甲伊讲做律法来要求吼，你定较侪条例，若无愿意做，也是做袂到，永远达袂到，你会感觉足泄气的。哎呀，无法度啦！啊，做这遐悬的要求遐悬，我哪有法度？所以John Stott就讲，毋是，你毋是苦啊家己守啦，是你爱透过圣神的规律，对圣神的内面帮助你一步一步来甲伊完成。那安尼咱就知影讲啊，有影毋是靠家己啊，用家己的规律哪有法度？圣神顶头生啊，所以。咱若无先经过生命顶头先来转化，有时登山宝训就亲像咱拄仔讲的两种极端，有的是安足愚蠢的迄个乐观主义，啊讲啊，这吼啊，迄个摆好看好，但是种是讲绝望，因为做袂到，啊，这拢毋是咱登山宝训耶稣要爱咱的目的，所以。兄弟姊妹，咱佫一遍来强调讲登山宝训，即个强调点是对马太福音写作的背景。伊讲对犹太人嘛，啊对遮个已经捌圣经的会众嘛，伊传讲的对象是啥物？诚做伊的已经诚做伊的门徒的，伊是上帝国度的公民的，是上帝家中的儿女。意思是，遮个登山宝训对咱已经信主久久的兄弟特别重要。特别有帮助，也是讲特别是咱所需要学习的。因为登山宝训伊有真特别的魅力就对啦。第一，伊凸显出耶稣基督教导的核心。耶稣伊后来传道理、行神业、宣扬天国的福音，啊来教导人，拢用这个当做伊的基础。第二，互良善的一面更较有吸引力。迄个好到底是倒位？咱能通过这个来学习。过来，有时咱一寡无好的行为行做，咱会感觉见笑，因为咱知影爱反省，无下基督徒，无下耶稣的教示。佫像是讲，迄个更较水的世界，你有这个期待，啊，靠一个远景，讲伫主的内面，这个有可能。所以咱基督徒传福音，引出人信主，咱就知影讲，这个救恩是。确实的是有功效的，福音是有气力的，所以咱甘愿付出一切代价，欢喜要传主的福音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今仔日咱先甲这个山上部分做一个讲解啦吼，啊，所以咱先读圣经，则读到第六节。首先呢，咱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只干来讲分享，啊，安尼这8福是倒8福。啊，8福中间，咱今仔日要讲到第2个福气就好啊。后壁的福气，咱会当慢慢来隐秘学习啦吼。
所以领受天国百福的恩典是啥物？咱得先看经节第一段讲，听耶稣的话。拄则咱已经读过，讲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上山伊坐落去，门徒wat来，就开始教示因。这个讲一群人，关系这个人，八福所天明的，是毋是讲八福讲这福互你，这福互我，这福换你，一人一福，毋是啦。伊咧讲的这个八福是整体的，像咱定咧讲另外伫加拉太书内底讲的吼，圣神的果子对无？你有这个果子，你有迄个果子，毋是啦，是一个基督徒爱伫各方面拢完整。这个八福嘛是同意思，就是讲一个军队主的基督徒，你要有这八种的特质。这八种特质，咱简单写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字：温柔、怜悯、谦卑、诚心、哀痛、妖淫无义，搁互人和睦，为义受迫害。这个拢是基督徒的特质中间爱具备的就对了吼。所以八福是耶稣对每一位基督徒的具体要求。所有特征拢是每一个军队耶稣的应该有的特质。这个特质吼，咱能够较小可了解一下。这个特质是讲，天国的祝福，毋是咱生活物质的方面啊，经济方面。比如讲，咱拄仔讲八福中间有迄个妖羡慕，迄种欠缺、丧香，迄种是咧甲心灵有关系。毋是实际上咱物质上的方面，所以心内丧香的人、妖羡慕义的人，这个虽然伊的描述是丧香是妖，但是其实目的是互你更加丰盛。所以迄个话面是负面的，但是祝福是正面的。这也是有真侪人咧读八福的时阵，敢若字面上讲，这耶稣讲的这哪会怪怪啊，听无啥有就是这个原因啦。那第二就是伫这个八福中间有一句话头，就是讲什么有福气，什么人有福气，是什么意思咧？八福，互人这个解经家解过什么？讲这是一个幸福处方签啦。你要得到幸福，你照这八福的来行，你就是一生幸福。所以八种特质描述每一位基督徒具备的特征，这是恩典要赏赐或者基督徒的。这八种的这个特质，起做上帝国公民应尽的责任，嘛是上帝国百姓的特权就对啦。因为咱享受到伫主伫咱生命中治理，我有画出这八福就知影讲，这个人是互上帝管着啊，对不对？互上帝所照顾着，互上帝所栽培着啊。毋是照一般的世俗，所以咱今仔日要分享，最后分享这两个福。第一福是心内丧香，你讲丧香到有啥物好啊？伊解说了，你就知影。承认你灵性真丧香，的人有福气。圣经安尼记载，咱读下面的这个历史的台语话讲，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心灵善车，他心灵善车意思是讲，伫上帝面前，家己承认讲我足无够的，我的圣经读无够，我的祈祷无够额，亲近主无够额。我简单讲是，我承认我是罪人就对啦。因为承认家己是罪人，伫主的面前恳求主赦免，因为伫上帝神圣的愤怒下面，除了伊的审判以外，我任何拢袂堪值啦。所以毋知圣经真侪所在，有人得到耶稣的怜悯，伊甲伊讲我是罪人，连彼得嘛讲我实在是足袂堪值啦。基督徒的第一个态度是，伫主面前袂堪值，毋通趾高气扬讲世间若我无得救无别人会法度安尼迄种态度，伫上帝面前上帝讲你摕去边仔去安尼。承认家己灵性丧香，这是亲近主的大声。就亲像你我大家，谁人要来到教会，是讲主啊，我有无够，我有欠缺，我需要。小等下咱要做
即个异地的祈祷，毋是讲我完全逐项拢足好啊，无欠啦，是我谦卑伫主面前主啊，是毋是甚物所在我还无够呀？求主怜悯。所以耶稣伫咧传福音过程中间，嘛有看到有人伫边仔伫啼哭，伫流目屎，有诶是伫会堂诶中间，米伫边仔咧祈祷。耶稣讲，即款诶人，才是主所欢喜诶人。所以咱表示讲，咱无啥物会当摕出手来做交换，无啥物筹码就对啦。你唯一就是承认你家己诶欠缺甲不足，你灵性诶丧向。伫耶稣诶时代，即款人大部分拢是讲到上帝恩典诶理想中，像迄个抽象诶啦，遐做妓女诶啦，互社会所拒绝诶人。遮个人因为伊天生就是互人排斥嘛，互人拒绝嘛，所以因家己真清楚家己，所以因知影家己诶欠缺，无啥物物件人献上，无啥物成就人夸耀。所以耶稣学了迄个献2个钱诶寡妇，耶稣学了迄个拍干啊，迄个木板来甲伊抹油诶姊妹，拢是因为因知影承认家己诶不足，所以承认家己丧向是因为会当做诶，就是伫主诶面前靠赖求上帝怜悯，上帝会随听甲应允就来啊。第二福是哀痛诶人，这是较旧诶经节诶话术啦，就是讲为着你诶罪忧伤。咱头前讲诶即2个福，有清楚指明什么？你我拢是基督徒，信主久久啊，像牧师是对细汉就出世就是基督徒家庭哦。你毋通想讲，安尼我逐项拢有啊，无欠啊，我这好野人囝，对细汉上帝保护拢互我，毋是呢，是你爱重新想讲，我心灵有丧向咧。搁第二，为着你的罪忧伤，所以基督徒的起点，上帝亲近遮个人。咱若无承认家己的困难、软弱甲不足，上帝就讲你都毋免我啊，你家己来啊。所以为着罪忧伤的人是啥物？咱圣经节历史的者是台语的，新约的圣经国语的是有讲为着罪啦。所以你若搁加即个为着罪忧伤的人真福气，咱就真清楚啊。伊讲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你的忧伤是带来上帝怜悯啦。所以基督徒，咱定下讲，咱咧祈祷中间，毋是干那讲甲主求啦、甲主讨啦，安尼啦，你也甲主讲主啊，求你赦免我。咱定下讲，我伫主的面前，特别要困进前讲主啊，今仔日我有所行所做，违背着主的旨意，求主赦免。赦免甲反悔迄毋是一个歹势见效的事呢。赦免甲反悔，你才会重新校正。就亲像你开车开毋着路，你也赶紧换转来啊。有一个妈妈较早囡仔咧写铅笔讲一个小小的教示，真有意思。伊甲小朋友讲：小朋友啊，即马可能小朋友拢毋免用铅笔的，毋免用迄笔顶管咧头有一个小橡皮擦，对毋对？较早咱拢会用会着，即马拢逐项拢款便便啊，甚至用电脑啊。这妈妈甲这囡仔讲：小朋友，你敢知影是为什么你们国小小朋友要写铅笔？附橡皮擦。伊讲就是你开始学习写字的毋对去啊，对无？毋对个橡皮切个，佮定写，你是毋是修正啊？你一摆两摆写毋对去你会当修正。但是你若用讲。这个铅笔用袂了橡皮擦用了，你表示什么意思啊？你错误伤多啊！一直切一直撸。好，小朋友毋对去会当改呢。但是咱到大汉高中写圆珠笔，圆珠笔什么意思啊？写落去要改就歹改对毋对？所以表示讲，小朋友在成长有错误的空间，慢慢修正，慢慢修正。等到愈大汉愈大人你真侪所在，你一个决定无好势倾家荡产，你敢知影？你毋拄好去甲人签约，签毋对去，这声加伙拢了啊！你什么意思？咱伫主的面前有即种谦卑，为着罪忧伤，赶紧改转来，铅笔切的、撸的迄个橡皮擦切的就好啊！这可能真好的体会，就是讲。上帝袂算你的小讲你这遐济做事，你有
认罪悔改无？你有为着家己的罪忧伤无？吼！所以第二福会当翻译成安那？无幸福的人是幸福啊！意思讲吼，感觉家己无幸福，其实才是幸福，因为你需要主。你若家己讲，逐项我拢会啊，亲像迄个少年官讲啊，耶稣讲你有守教，伊讲我拢逐项拢守啊，哇，忧忧愁愁来离开啊！啊，所以当咱的日子，互忧伤甲痛苦来围落，要安怎得到祝福呢？耶稣讲话的对象是为着家己失去原来迄个纯真，亲像囡仔迄种的单纯，为着失去公义来哀伤的人。耶稣所讲的，较毋是咧讲啊，都失去亲人啦吼，啊，家己吼拄着遐艰难的事咧哀伤，是为着认罪悔改的哀伤。耶稣咧讲的是这个，所以这是领受属灵祝福的第二阶段，知影家己心内创伤是一回事哦。为着家己的罪来哀痛悲伤，佫是另外一回事。意思讲认罪是一回事，啊悔改佫是一回事啦。敢若会晓认罪哀伤，啊，就安那规日吼，安尼啼啼哭哭无路用，你爱改，为着家己的罪忧伤，才是进一步。所以耶稣伊应允遐个为着愿意家己的罪忧伤的人，会当领受真正减轻因的哀痛的安慰，就是上帝白白的宽赦饶恕。所以兄弟姊妹，咱八福已经学习了两福啊，两个福拢是表面上是负面的，但是后壁面的祝福是正面的。心灵创伤，为着最忧伤，但是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你是一个会改变的人，会改进的人，会调整的人。所以安慰中间，上帝安慰是甚么？每一个谦卑到上帝面前悔改的人，因为伊的罪得到赦免。是安那？耶稣定定咧医治人的时阵哦，毋但医治病哦，伊讲你通平平安安去，意思是讲哦，无病以外佫轻松啦。兄弟姊妹，最后要邀请咱富强赢50，享恩典8福。国语也是讲富强赢50啦，享恩典8福。我嘛讲这8福就是咱富强教会赢至50周年的一个福气，也是说咱每一个基督徒的福气。因为你会当谦卑来学习登山宝训，明白你是一个优质的天国公民的特质。过来，咱用天国8福来将这基督徒生命的支票，哪会当背起来？我咧想讲今年到年底牧师爱加码讲，咱除了背12个月经济以外8福若佫背爱加码加奖品啦意思讲8福其实咱8经济尔，无偌济啦无加到1倍安尼。而且恁会当用你习惯的，其实有的人爱背迄个台语汉字本的迄巴克咧版的，有的上爱好本的，迄种背啊足熟啊。这新翻译个是较白话，毋过得背起来改成无啥相共兄弟姊妹，愿咱富强教会的基督徒追求成做一个优质天国的公民。你要哪追求呢？较无经历顶头生。第二，你较无要得到圣神的开展。第三，你要经历生命顶头生的转化。你生命有转化，基督徒毋是照章行事礼拜逐项无欠省啦，这你的生命要换新，你要天国国民的这个模范伫遮。所以呢，咱有闲这段时间，你若会当5章到7章你灵修加解读几遍。你若佫较骨力讲牧师无你这本册伫倒位买啊？来买来看看卖。你会当佫加上加足清楚安怎伫天国这三上部分天国8福内底得到学习。这8个福气，咱今日读2个啊。生命善起的人真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后来咱佫要读第3，温柔的人；第4，要水打翕无义的人；第5，熬怜悯人的；第6，心清气的人；第7，促进和平的人；第8，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这个拢真有福气。那讲的拢是负面的，讲有福气，但是要安怎行呢？咱爱谦卑祈祷，因为用人的眼光、用社会的价值观未当了解，只有用天国的眼光才看会到。这时咱要备办心，
咱要甲即款追求圣神的恩典充满甲祝福，用伊地祈祷来甲主上结连。所以下面我要请咱遮的代祷团队会当穿着咱的背心吼，咱的敬拜团准备以及兄弟姊妹，你有欢喜爱要对主领受的上。